啊，这沙拉要温啥？好贵啊！安尼。来靠迄条相白，一阮阿嬷伊姊妹啊，大家拢爱做头针。哦，我看见我来往家头我。哦，原来是。阿妈姐，哎，你卡这条钢条开。老婆，画一个。哎，回去出门讲咩嘛？阮兜边啊，敢若有这种大圳狗尔，拢无这种凉凉的好所在。这样来进灵对，做啥物代志拢会。爱甲我失去的囡仔是找倒来。所以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。